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嗰本又到科技来的时间咯。近几年啊，对食品的安全越来越重视，嗰时候也有几多的农民朋友转做来做一个土地友善，也系讲环境友善的农业方式，就像一个有机农业都好诶。今本日啊，我哋来宾佢都睇有机农业经营咧10多年的时间，一定咧有经验未哦。不过，如果有样神奇的故事呢，佢今日有请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马上来分享我哋来自高雄的杨永才梁大哥。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才，我来安尼迄个是高雄啦。哇，欢迎梁大哥！梁大哥，我请教一下咩种有机农业的农民朋友都看看嚟嘅后生，看看嚟梁大哥差唔多40岁了吧？冇啦，60年啦。60年，哇！咁样看看嚟嘅后生，佢有精神咧。安尼梁大哥，自家睇從事一個有機農業，睇到有講10多年，談到嘅部分係安尼嘛？嗰時候真是10多年嚟哦。差不多啦，因為安尼有機認證應該第3擺啦。第3擺哦。13年。梁大哥，自家本身就係做對頭擺都更加都係做農業嘅嘛吼，都喺耕田。冇啦，後生嘅時節安尼冇啦。冇卡是攏喺耕田安尼。盧卡都萬世都睇，其實盧卡都有當陸陸續續睇做一個農業嘛。頭擺冇做農業嘅時候，有做過嘛個工作嘛？後生嘅時節你行前結婚嘅攏做水田啦。做水田，水田更加其實雙方嚟做得蠻好嘅咧，行業個賺錢咧，更加師傅賺唔多呢。因為後生講冇得好嚟啦，個苦啊。做乜嘅原本咧一個水田咧工作做得好好，有想講我可以來做一個農夫。因為結婚咧安尼啊。安尼從門來嗰片你就做安尼檳榔嘅台板人數無啦啦，所以我都幾來天數安尼。叫下跳下去來做一個檳榔，真是算嘅時間印象很深都睇幾多年都因為安尼專做一個檳榔，做檳榔一個部分做咗一久啊。我做都差唔多民國108年人退休，如真是退冇做檳榔安尼啦。冇做檳榔之後，有乜嘅想法嘛？就想講做其他嘅農業，還係有想講自己都做其他嘅事情。冇啊，做檳榔嘅係我咪要做安尼啦，咪要即耕田，咪要做安尼啦，種安尼水果嚟條啦。攏擺我種嚟擺嚟時節咯。如安尼啊，如冇買即曬藥嘅安尼草攏冇曬除草劑。如拄到安尼個安尼平常個環保聯盟個安尼理事長洪老師啊，如安尼即推廣個安尼嘛友善農業啦，如果只要冇殺個安尼除草劑它就可以幫你行銷你的產品。所以佢喺台灣時節如安尼來把你如變賣如固定價時間嚟數講。127佢喺假使安尼就算比平常安尼，因為攏固定嘅假使所以你感覺安尼該做得，如安尼，你慢慢嚟冇曬除草劑，藥嘅也該少曬，個米香如冇曬藥也做得，所以慢慢嚟。安尼該有機嘅種安尼。因為原本咧想講，其實對自家嘅身體也夠好，都想講冇曬藥嘅啦，盡量冇用藥嘅。你冇想到冇曬藥嘅、冇用藥嘅，還可以有人愛按做得本人接受。連即個安尼，因為安尼也做得啦。唔係講比安尼曬藥嘅啦，來條用比啦來條屬於冇個難啦。唔講如果你固定假使安尼。安尼也做得啦。最主要係講，還係算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啦。唔係講因為做有機有可能賣上講唔好，人家都講唔會輸安尼嘛。安尼用睇講，人自家嘅人啊，原本也唔係做有機嘅嘛，嗰片嘅土地，安尼人自家10多年來啊，對還冇做有機，都真是後背做有機嘅部分。安尼一路行來看，自家嘅人啊有乜嘅變化冇？有。差幾多啦？攏擺若個冇做有機嘅，灑除草劑嘛。田攏攏安尼產無乜個錯啦。若慢做有機嘅，攏田攏改多錯。
我讲头摆吼，我那个问题，冰水哦，差不多2点钟。嘿，要么吼，那做有机以后，因为有错啊，个土壤的排气啊，排水性够好。不用问题，差不多不用贵去啦，所以这是差不多。因为那落太热的时阵吼，我唔要积水，土壤也唔要流下来。假使讲冇落雨的时节啦，佢保水性有够好冇？有啊，你那冇落雨的时阵吼，它安尼惯性的啦，如果你知道1礼拜如果淹1礼拜水嘛，你做得多啊多，把那一年哦，还可以忍受啦。另外讲，我想教下哦，如果讲条摆我堂都有嘅农民朋友就同我哋分享讲，就像唔讲咧，做有機之後給他炒上一個蟲嘛哦，結果講有時間啦，冇去整理，把冇注意到，行業嘅時間還看唔到自家種嘅東西，唔自家有一個情形冇。有哦，因為阿人種嘅哦，那個台灣種嘅果樹，嗰時睇嘅時陣咯，用劈咗哦，不是嘛，劈到嘅牆。幼苗這個種嘅苗嘅，種這個劈嘅，你們都感覺過心痛。係啊，老毛哇，你掉起來哦，真是感覺過唔過啊你。不過錯改蟲啊，佢有一個問題係講，其他嘅蟲啊，會唔會改動？能用辦去處理嗰種蟲嘅啦，同錯一種問題，因為太蟲也唔好，蟲太多也唔好嘛，能用乜嘅方式去處理嗎？從因為那有錯哦，真是那安尼哦有錯，唔咧蟲嘅安尼數量哦，安尼唔咧做嘅蟲嘅數量唔會過多哦，因為有錯先。有啲錯過好先，有啲像安尼種檸檬啦，伊個有本身有安尼。冇講過，對蟲來講又冇改學習啦，所以唔會受傷嘅安尼。等於講錯種喺蟲嘅技能，愛食嘅東西，結果我哋種喺農產品技能就唔係天然最好嘅啊！原來安尼哦，我聽講幾多嘅農民朋友講冇啊，技能搶我食我哋種嘅東西，講我哋種嘅東西太好食咧，技能讓我嚟食。冇呀啦，我一啲朋友嘛都好種安尼啦，伊都種百香果嘛，伊都甲我講。這是要有錯，因為伊用安尼潮濕覆蓋，伊嘛唔甲講一下覆蓋啊都冇錯。伊如發現講那冇錯嘅時陣咯，伊嘅東方嘅百香果，如果到變蟲害都再來，問個芝麻咧就愈過多。啊那錯過蟲嘅時陣咯，愈害啊，愈做得接受安尼。就那個，做一個有機啊，人哋講做有機，一天唔係講一下都可以成功嘛，吼，一天佢有一個土地嘅，需要一個恢復期。你睇下個恢復期嘅時間，有時間啦，農產嘅樹上可能講唔好，自家想要來做一個有機嘅時間啦，自家錄下一年，甚至講喺家嘅啦，吼，家裡面的人對你一個想法有乜嘅回饋，也係講反應冇，佢哋會支持嘛，係講一開始都講，哎呦冇紅而家那種阿姨做買唔到食，我有安尼個想法嘛。但係做有機啊咧。安尼老婆是唔會講反對啦，也該支持啦。個反對啊，個有質疑都安尼，一般咧安尼啊親戚朋友啦，大多攏做關係啦一點，攏因為講安尼種來冇啥藥嘅，冇用安尼化學肥料，種會都來食啦。唔比較講當然啦，愈台灣愈個困難嘅事啦，愈產品改少啦，講唔對，買起來啦。買上個唔好嘛，你嘛有錯咗嘅啦，當時講啊，個米香咯，你安尼啊，慢慢嚟都做得維持收支平衡。你就這個有問過講，就算我講，我真是投入一個有機部分，達到收支平衡嘅時間差唔多1舊。有這個有問過講。有。買款做啦，你睇如果好做，你睇如果難做啦，差唔多最冇如果差唔多4年以後人4年。嗰時有個做有機嘅門檻係得蠻高呢吼。
本来工种的门槛都高的，尤其是做药剂的，都高一些。难怪有谈过吼，有个人部分喺讲嘅，都cham嚟做，可能像人量级嘛吼，其實佢一開，天天嚟一部分嚟專做，有的專做安尼，這樣有法度好講，顧會到都市，又顧會到自家嘅健康。有的沒有，有的可能佢成本本來都有幾豐富嘅，佢都講我全部都全部專做。佢說梁太講能算係後者嗎？你自家本身都想講來做油機時，就是全部專做油機安尼。冇啦，你最頭你喇叭你嗰個，你擺油種木瓜，木瓜做你放棄，嗰個你種嚟就香蕉啦，香蕉都好做啦，變酪梨。嗰所根本唔帶過來水果，像有個香蕉、檸檬、酪梨同頭先講嘅臘八咧，就係唔能自家更加嚴嘅地方所種嘅啲農產品。做乜嘅我有講，像香蕉嘅種油機嘅嗰個種，有乜嘅原因嘛？儂擺安尼若做慣性嘅事情咯。你坦然講咯，香蕉只是嘛無改哦，因為儂擺安尼多種嘅事情咯，而家落去片講沙藥咩啊？落太熱哦，你一天來沙藥去做嘅，香蕉你一天來沙藥嘅。你咪講，因為而家我嗰度安尼變從喺度太熱事情發生。頭下你唔應啦，講安尼傳統市場伊都國獎啊，所以無沙藥啊都聽唔到，唔係嘅改難加。都也係有一個原因在因果關係喺裏邊。唔過安尼做機會，我講香蕉都算最簡單咧。純粹係種下呢個嘢係用嘅要省都好嘅。種下嘅你唔是講種過嘅，喺航運話咧，種下嘅嚟到現在種下嘅後你。來頭國內你出呀流行嘅啦，你幾時樹上都做啦，種下來香蕉留得，你種嘅10多年就萬啲樹啊，那傳統嘅真是種最多都兩年。這個可以有啲平衡啦，觀眾朋友，梁太哥佢做一個油機子都研到係安尼來，唔過底背除了頭頭講嘅故事之外，還有兩版精彩故事呢，冇走開哦，CB3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前面有講到梁太哥今日係兩版專業一個有機農業，也有分享到講，種有機農業品種可以防止一定嘅重要。除了本期生草，本期達到一個平衡之外呢，還有哪種嘅方式來做一個有機農業嘅品種可以防止？繼續來請教梁太哥吧。梁太哥，前面有講到頭先講嘅黃葉病，本期生草佢都可以達到一個環境嘅平衡。不過除了之外，還有幾多嘅品種可以啦？一道，除了種草，還有用乜嘅方式來做防治啊？要麼安尼有用安尼即刻做安尼環保酵素啦。環保酵素來安尼噴灑葉面。我感覺伊對安尼介殼蟲啦，安尼刺嘛有幾好防治效果。你喺用版發現到講，而家做一個環保酵素一個部分，佢對一個品種可以啦，薊麻啦，嘅一種蟲嘅，佢能會有一個防治嘅效果。你喺一類去吃，也係講有搶高人。做環保酵素，主要是啲清潔啦，土安尼唔好加地板，安尼土過以後，你咪感覺嗰度嘢滾啦。蟑螂來就你感覺攏看無看過嘢講嘅呀？你感覺可能對安尼來種嘅可能有效。你慢慢你安尼你用於田間試驗啦，你講嘅試驗，你慢慢發現這是有效。其實安尼談好來講，那個其實我又該有興趣嚟學先嚟做一個環保酵素，會唔會更難啊？冇啦，該簡單。像安尼黃梨買嘅時陣，你依家立嘅安尼黃梨皮，你若佢嚟鎖住好嘅，你用伊咧安尼통你安尼水果皮啦，糖蜜啦，水，比例是1:2，1:3:10啦。頭下一禮拜，睇下你國家買介拉，
啊，伫迄个拉，啊，一直表哥迄个黄路毋是差别，黄路该放放起来，啊，你静置，然后3年你做得用的。啊，按简单哦，你唔是讲，人家数年代之后，从头都讲的，按照梁太公讲的1:3:10的比例种好的时候，唔是干嘛个菌下去，唔是佢自家都会有哦。台湾唔是啦，台湾人哋做嘛冇干嘛个菌啦，啊，唔要嘛哪有，我唔会失败的时候，你来同头摆用迄来同用迄个吼，给有安尼残渣嘛，安个残渣吼，唔好就可以清除掉了，啊，同样是说，你用嘅。做如安尼吼，成功率都差不多100%啦。就像人家做个面团，叫我留一些做老面安尼意思啦吼。哇，你能这么厉害呢？这个还可以研究这个方式。慢慢的发展了哦，嗰种每一种像黄梨啦、水果啦，吼，哪一种拢可以来做系咪？只要无染的，啊无个油脂啊，你吼拢做得啦。冇改进啦。虽然讲喺树嗰種唔係嘅農產品，但樹果來唔係咁爛係咧，係還可以看咧，唔係把咩嗰種來做係嘛？做最主要做唔得爛，因為爛都有安尼一個不好嘅菌嘅地方。老年佢都絕對唔會成功啦。安尼又做一個酵母菌唔講講，做好幫我哋嘅成長嘢之後都可以用啊嘛。其中有個本土啦，環境幫我環境。如果做嘅模行喺凊彩都幫我哋嘅烹飪生意頭又唔怕，無改見啦，都差唔多攏做得啦，唔是講特別講要家注意，安尼攏看一啲書帶下啦，唔都冇使當一條。講涼爽嘅地方都好誒。安尼談好來真是幾簡單，幾個時間我都來吃過那些，哇！用你的磨發好嘅，用簡單又天然健康嘅方式來做一個房子。除了安尼，用太講能做一個有機啊，我談講幾多位農民朋友這個除了去研究時間嘅，今日還會上課。像能有認識嘅環保聯盟頭都講啊，洪老師呀度嘛，能冇去上課，還有講搶高佢哋嘛，保持一個互動講，好似有關有機嘅知識嘛。有啦，安尼拢擺好攏有去上課啦，你安尼設計大學吼，有要開建農業科，安尼攏有去上，你攏上幾多方啦，土壤啦、肥料啦、病蟲害防治啦，慢慢你感覺你對來有一些了解，若做有機嘅吼，真是啦，唔嘛嘅，佢開好玩啦，你安尼粗票啦。安尼最主要你朝的管理安尼。你看這個除了做一個防治之外，你看種草啦，去消一條菌來做一個防治，甚至於講有啲做有機嘅農民朋友講，在磨寒嘅時節，甚至還用水去尿蟲誒，去殺嘅東西病蟲嘅藥嘅嚟到，能有一種方式嗎？冇啦，你唔係，安尼因為免一殼體吼，真是。那有可能伊早很了咯，所以你伊釋出咧安尼人就疏散咯，也係看田啦吼。安尼梁太公，能自家除了兩公婆嘅模行，唔可以搶嗰種住所模同天數管理園區啦，也講天數都嗰模行睇愛疏散嘅時節，我有搶人冇？冇啦，佢基本都冇搶啦，你哋唔多嗰安尼啊，甚至朋友嗰度天數下啦，喺包裝。真是嘅，唔過我聽講話，能因為做有機，特別錯過從頭都有講啦，有嗰度系統問題，特別有機，還有嗰度嘅農處喺度。能農處啊，聽講能係搶嘅，嗰啲別嘅住所同人聽說嚟管農處嘅，係咪啊？係啦，安尼攏擺曉一隻機會吼，伊愈安尼咪擺田農嘅吼，愈帶伊去，伊愈自己田農嘅啦，來皮來爺來啦，愈。安尼都感覺，攏擺講嗰度攞厝咯，安尼咪攏角色，因為小嘅自己伊比到嘅攞厝嘛，伊個屁股嘛改好嘛，伊比到加位米伊都自家會理潮啦，我細米都錯嘅啦，所以都攞厝伊都角色嘅啊。嗰時攞厝也有感覺改煩，會講要加個經驗去見到㗎。因為加嘛會安尼裡底會更加熬，所以睇伊個。咪受到安尼生命的威脅，所以都會。唔過
演的底本弄出可是一度啊，除了有教的同人去听书之外，会唔会有几多嘅三个 video 嘅设计弄出来都走定型嘅演的底本啊？有哦，我接看到三个。係啊，硬人會唔會驚啊？錯暗錯一啲諗到啲演嘅東西啊呢？攏擺吼，你看到個三個，只是攏哦，看到三個，你要計默視。安尼嘛，感覺因為三個，我哋觀念覺得攏三個嘛啊，也唔會講對人個太上啦，我看到。點解啦？我看到係都表現啦，我都冇差別都錯嘅啦。哦，嗰種人想法也有轉變咯。其實今日會睇書同人古日嘅演嘅地方是攞出來，也就其實看到假設講冇同人都演嘅都關照，佢冇特別，佢都會做係嘛？哦，冇特別啦，冇唔識講，半三個拗到嘅。其實都唔是見眾，冇見啊！幾多年看到像不管有圖冇圖，看到三個都想講，從條到人家嚟講嘅，叫我默記啊，我驚啊吼！你梁太哥，人做遊記啊，對頭擺到更加是個人嘅經驗，人也可能改到嘅事情嘛。你遊記，農業佢對頭擺到更加喺法規上，也講喺認證上有冇嘅偏化冇？就唔是咁嘅觀點。有啦，頭擺吼，你。講也未實啦，因為頭擺嗱開始嘅時陣吼，你愛驗土同驗水，安尼嘛，因為政府喺推廣有機的耕種面積吼，伊都有各種嘅實啦，你嘛愛通過驗證吼，伊水也唔是鹽，奶也唔是鹽，各強鬆，各放鬆嘅實。俺們嘅有機公司咧，有機驗證公司咧。一般愛答案哦，如果那個驗水驗土哦，如另外一個部門的事情嚟啦，唔係人農業嘅部門嘅事情。哦，嗰時佢哋係分開嚟，唔係講真係完全唔是驗，係講其他部門哦，佢哋天時再嚟檢驗安尼。你講那個有機嘅部分啊，其他嘅認證更加係一腳會重新驗一擺。哦，要麼是安尼啦，有機都3年，而家有機證書都係滿一擺安尼。不過佢唔將更加好講，唔是驗水，唔是驗土嗰種反覆係另外一個部門。佢哋嚟認證嘅時節啊，每一次佢還會看人會看乜嘅喏。哦，如果嚟田農講順，即是有有個驗嘅幾何驗哦驗嘛，佢有經驗啦吼。看來伊都差唔多啲啊，而且只是這做有機啊，冇做有機。最主要是安尼，伊會來田間巡視啦，伊可能咩做雜草啦，乜嘅，伊攏看有啦。假使講太強嘅都唔係嘅有機嘅咩嘅意思？那有機嘛是有啲有設施嘅，有啲冇設施，像係冇設施嘅哦。如安尼有幾多雜草，你哪有個設施？另外。我想講，見人講按厲害看嘅都看得出來，係唔係看？我會經常有殺錯嘅，呢啲唔係。當然咧有殺錯嘅，你都看，你當時都沒有機嘅，有機都做唔晒哦。見人咁樣嘅係一定係有經驗嘅啦，嗬。每一下看一下，見人都睇佢了解，真是係講人本事，然後都做有機有經驗嘅，見人也信任你。當然，所以以後沒有人驗機入邊啊。來看啊，這個冇乜嘅問題啦。個東歸數嘅真風險嘛吼。如來前嚟，安尼看嚟，啊，做啲提擺哦，當然都講認真哦，伊都天氣四周伊攏會咁看，哦，恁天氣種乜嘅，伊攏會咁看。一條講都係注意到嚟。觀眾朋友啊，做一個遊記啊，真是幾辛苦呢。不過幾神奇嘅事情還係有，什麼？唔怕，等下還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講哦。有機之路19年，梁太哥今日行到更加也改用心啊！當時呢，之前有反對過嘅人啊，更加有改變想法冇？梁太哥之前呢，看到人做一個有機啊，有個人講啊，人做一個穿得到實的冇？啊，看到人更加有一個成就嘅，有一個成績嘅，今日有改變今日呢個想法冇？應該有啦。安尼即個最前嘅人都差唔多，講冇安尼醫生啊，講冇講哦樣。
安尼啊，看到安尼，也蛮真是安尼收成啊，唔会过人哦，安尼啊，各有支持。有转变给人是吧？甚至于讲，会不会有人讲，那米拜个属神的水果啦，要得同俺留一些，我听得主文的嘛。有啊，好安尼那种诶，那安尼啊，大方嘅东西，过多年来啦，真是，尤其是腊八哩，安尼腊八哩真是好食。安尼白沙咧山药啊，该讲啊吼，都明日都来拿。含前卖出去就有人主文讲叫一道一道诶，系咪？无啦，安尼是无买别啦。如果安尼大方去落去部分吼，沿路我主文啦。真是爱伫遐讲亚游的民众吼，会特别会请一种有机的农产品，我来买。人有拄到讲一种民众嘛，特别讲我一定要买人都开一个水果啦，也讲农产品咧。有啦，你安尼棉花田咧，安尼免事前买嘛，有点也是多好诶哦。如我打电话来甲人讲啦，讲恁种个东西quite好食啦，那叫我记啊，爱该同地他啦，有啲人讲哦，恁安尼啊quite辛苦啦，如给我们支持啦。不过另外讲，恁一个行销啊，其实董事也有讲到嘛。之前咧数的时间后台还有洪老师啦，其他嘅平台吼，我有固定的稳定的家私同人士，恁有拿去传统的行口啦，也讲农费啊，仲去买嘛？有，因为安尼只是讲啦，有机沿个安尼啊，有机市场的安尼销量真是有限啦吼。台湾的时间吼，安尼哪怕你产量遐较大的时间，嘛是去拍卖市场啦，安尼红口啦，人去个安尼有机，来讲都因为过好食啦，不过迄有机拍卖市场拍空的落去价是都差不多。安尼最低价啦，所以因为迄卖相唔好嘛，还其他原因。系啊，当然是同个传统市场，安尼啊，如果细粒，拢个无安食，然这看是看安尼啦，如果大粒，好看，人要出价都讲买下个按家私按大自家来买，那个可能家私韩国好，有一个上坡，有一个上坡嘛。伊路顺后摆咧，单位讲个邮寄的可能还买个好。无啦，无安尼想法，是安尼，那亲戚朋友安尼有栽培啦，认识安尼啊，有开放安尼亲戚朋友。恁自家睇做一个邮寄之后，恁研的地方头都有讲嘛吼，生态环境嗰度有改变咧。恁睇一个工作地方有发生过嘛？个群众他讲自家印象过深，也讲过感动的事情嘛。因为安尼园区吼无上除草剂啦，杀药的吼，所以除个虫，给安尼啊，给小动物啦，调药，他们也是很敏感的。我这个园区很健康，如果有安尼，给弄摆吼，安尼个竹鸡啊，竹鸡啊，细只个这种诶调诶，如固天买落安尼天气给竹安尼啊，做掉上乱，感觉看到记录安尼感到很欣慰安尼天气真是有安尼达到生态安尼维护啦。如韩式看得到动物更加有照顾落来看得到本人自家过感动。恁提个走道恁喺工作的时候，会唔会特别避开那个地方来讲规划一个区块，都讲唔好去打扰到其他呢？会啦，因为台湾唔伫个时节咯，因为伊拢过盈利嘛，如果做安尼伊都看到呢都一比出来啦安尼拢吓个啦，所以伫遐只到底如果尽量唔好行咸去该打扰啊。咱谈好人地方也亲像动物园咧会唔会有亲戚朋友讲人有4年咧难得有一个动物园的地方生态安丰富，人带4年的你去看，会有人同安尼讲吗？有啦，有人弄摆也安尼堂弟也演咧4年很这时候，你上课的时阵咯，如果讲有安尼蚱蜢啦，如果讲人家做个有机的，无论人家看哪先安尼。结果今日咱米咧变了的时间，暑假、寒假都引人家了，结果係安尼嘛。我不是要引人家看。你除了动物、EP之外人嘅地方即除了种一條
农产品之外，恁个地方还有种嘛个像野菜啦，也都有无？哦，这野菜唔要安尼切调工种的啦，如安尼伊即个送的啦。哦，像个野菜迄即个野送的，才会有野菜嘛。即个送的种计家己啦，最多是家己啦，啊叫安尼学田啊，计就拢有啦。哦，啊，恁计家己是拢开放啦，恁无讲摘落来啦，你人去摘，哦，安尼你反养人去摘啦。哦，嗰种唔是同人讲，你即只年人人的地方都可以摘的。安尼你甲人讲哦，安尼计有乜计哦，安尼落去啦，啊，你即个去摘。哇，这种真是感觉quite好呢，就像人家头摆安尼，哦，大家演的共用哦，其实互相人与人之间一种信任嘛，吼。按人更加做一个野菜，人有去上过讲，做嘛个人会送啊，提人演的地方按度送的按好，原因迄做有机的原因嘛。应该是迄啦，因为安尼拢摆计喺安尼演个有机市场，唔系有机。安尼采购员吼，买落安尼提两款嘛，啊伊看到安尼来安尼朝向啦，啊又跟拢结了，伊愈甲讲啊，伊安尼吼，迄台湾前是安度体房哦，差不多量的体房，伊看到有安度结的体房啦，啊甲讲哦，结了对那个农药啦、杀草剂过敏感，啊若有用这种的哦，绝对冇这种的。哦，唔会送给家己啊！嗰种从家己一种野菜其下系一种环境的指标呢，吼。嗰种一块土地够好嘅，怎又送得出一种野菜？哦，假使讲有沙药嘅啦，有污染嘅地位，一个环境地方其实都唔会送。如若讲植物差不多家己来种嘅，吼，啊，若讲动物啊，如蜘蛛啦，蜘蛛嘛是环境的指标啦，你安尼养了，下个又个多，也卡死。可能因为只有路边蜘蛛了，满面都会蜘蛛丝啊呢。哦，啊呢，除了人这个来演呢，啊呢，人哋做一个经营有机的部分啊，用他讲人还会其他人演的地方去看去放心嘛。有啦，台湾有啦，你嘛有，嘛台湾在做咯。佢接去参观人哋有机农场都做嘅啦。反過咗嚟講，更加唔能做嘅研究，有人來去唔能嘅學習咧冇。有人講，哎，我人哋我上咗嚟做有機，結果同聯絡到，去唔能嘅人嚟同搶交嘅嘛。有啦，有人來講哦，能做有機，最嗰適合嘅人按樣人嚟做有機。啊，嚟搶交喺後生人嗰度，也係講年紀嗰太嗰度啊。還有三年嗰度啊，年紀太對有這個接觸個無按接受度個無按高啦。係哦，係你後生人嗰度啊，啊人有時問我講，後生人其實想要種乜嘅東西嗰度冇？今年有搶交嘅時間啊，人有聊到一個問題冇？哦，搶交你就講哦，做有機哦，真是按免近個個嘅事啦。哦，啊如果講。做啊，如果有其實台灣冇乜嘅收入啦，啊，如果投資成本過大，所以這個相比好嘅吼，啊，人來做，啊，唔係做一兩年都做得成，啊，做過多年嘅時間後，人差唔多會慢慢步入正。嗰種對人嚟講，尤其係每一年都可以做，啊，唔過這個我想要有一個想法先想好了，尤其唔係短期都可以達到嘅，係咪？你安尼做個變成入門是，因為安尼頭擺你做工程嘛吼，啊，你慢慢的循序漸進，慢慢的哦，咱該有機種植，安尼可能你個簡單的事啦。啊，若講台灣你愛踏入個安尼種有機哦，這是困難。哪一講唔好哦，冇安尼農業經驗啦哦，真是困難啦。我本這個挫折感過重重。啊，像人這個用辦去調試個挫折感，一開始啊多嘅時間，咁種乜嘅都種唔好咧。係啊，台灣種嘅時間，你種安尼啊產品啊，多少啊？過難嘛，啊可以買嚟也唔抵啦。講種出嘅東西可以買慢做得接受，也唔抵，所以你困難啦。如果有一點時間疏散，沒有收入啦。所以你就要如果這個可以
咁講安尼，我都解講啦，安尼是解講安尼啦，我講你要有安尼心理準備啊，有一段時間是沒有收成。先潑幾點冷水，不給人冷靜一下。沒潑你，可能是給他打預防針啦。我做按農術場都放棄，啊你蠻好啦吼。其實尤其吼，喺搭得鼓勵嘅，唔過真是大家要有一個想法，好想好咧。我假使講魔術場，也係講術場魔像這個面都會按好嘅時間，按用嚟判，尤其可以咧長期嘅，唔係講一下都看得到，我會堅持下，按用慢堅持，可能都會自家嘅興奮度要有一個方式可以來調整嘅吼。也係講像能夠用嘅靠着民眾啦，有講自家用公婆互相加油打氣，安尼一路行過來支持下來嘛，錯嘛？觀眾朋友，用那個今日嘅有機之路啊，真是唔簡單。大家要想好來哦，有機係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唔過按用辦堅持下來，真係最重要嘅喲。今日呢，再一次感謝梁大哥，哇，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同每日哇，嗰友善土地改好農產品哦，再一次感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歡迎我有限做得起安尼農場參加。好啊，去梁大哥嘅人演呢，除了摘水果，還可以摘芽菜哦。唔過坐到更加有骨，大家要上眼望呢，聽聽我哋欣賞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